寵物家庭應該點樣設計自己屋企？今日我哋嚟到沙田碧濤花園，全屋650尺，一齊去睇下。入嚟睇到屋企嘅風格係原木風嘅，睇起身就好溫馨自然啦。我先嚟簡單介紹一下。首先嚟睇下入戶櫃啦，除咗有超大嘅收納空間之外，有換鞋凳可以換鞋啦。底部仲訂做咗一個掃地機器人嘅位置，十分方便。呢邊延伸過去就係電視櫃啦，用咗石紋背板，整體性強，十分美觀。養貓家庭要注意啦，屋企貓砂盤唔知放喺邊，咁就可以擺到電視地櫃入邊啦。門板中間鏤空俾貓貓出入，慳空間嘅同時，仲唔驚貓砂成地都係啦。呢邊個櫃都有㗎。呢邊嘅牆都係做咗開放式嘅層板俾貓貓活動嘅。咁工人姐姐嘅房間就係經典嘅上床下櫃設計，可以做到最大化利用空間。因為仔仔要學習，咁好遺憾都冇影到仔仔房間啦，就用效果圖代替睇下啦。然後到主人房睇下，主人房可以睇到有一個滿牆嘅 L 型櫃，佢係由一個書台加滿牆衣櫃組成，儲物空間超大，梳妝打扮、辦公都可以。中間電動油壓床，一鍵升起，慳時慳力。窗邊做騎窗設計，唔影響美觀嘅同時，仲多咗收納空間。廚房呢邊嘅 L 型櫃台設計啦，做咗好多嵌入式嘅電器，動線流暢，功能十分之多。睇完覺得點樣呢？如果你屋企都有寵物，但係又唔知點設計，可以即刻揾我哋維爾納，即刻 PM 我哋啦。